以下節目內容含商業推廣成分，資料由客戶提供。債務處理知多少係由聯邦政府註冊信託師 Jane Wu 胡雪晶提供，免費諮詢416-496-3503。哥仔今日好開心呢，再次請到我嘅好朋友加拿大註冊信託師 Jane Wu 胡雪晶同我哋傾下偈。Hello Jane 你好啊。Hello Anthony 好朋友 ，Hello 咁多位聽眾。嗱 Jane 上一次同你傾偈咧，就傾過一啲有關續 mortgage 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嘅問題啦。但係今日咧想集中同你講下咧，就係有啲之前買落咗樓花，但係今年咧又要 closing 嘅朋友所遇到嘅問題。因為咧有啲朋友就話，係啊，早幾年買咗樓花，但係到今年 closing 嘅時候咧，由於樓價可能已經跌咗，咁所以借錢方面咧，亦都會出現困難。搞不好嘅話咧，分分鐘咧仲會出現債務嘅問題。所以我哋有時講話，點解要好多樣嘢都整到有債務出嚟嘅咁？如果你 close 唔到個樓花咧，就因為利息太高又好，樓價跌咗又好咧，就有個新嘅債務嘅問題。因為呢家樓價係跌緊嘅，咁我哋呢6個月咧又開始見翻好多人打電話入嚟，就話我 close 唔到啊，咁我要留意乜嘢啊？可能嗰個developer 都會追我有尾數啊，要負責任啊呢啲咁噶啦，所以嗰個事實係真嘅，因為樓價跌緊咧，嗰個 developer 真係咧有 damage 有損失啊，就因為佢諗住賣俾你，呢家賣唔到就坐嗰家 unit 仲擠喺度，咁佢又要借錢嚟供啊 mortgage 啊呢樣嗰樣，所以佢就會好有可能咧佢就會告你，就因為你 close 唔到嗰間屋，就 break 咗個合約，跟住咧佢就變咗有損失啊！所以佢哋一告緊嘅話，唔係淨係話你個 deposit 你個訂金冇咗，而係根本係仲有個尾數，佢追翻你可能幾十萬都唔定嘅。佢追幾多咧就 depends on 你買嗰間屋係幾多錢啦，所以好難講佢個損失嘅 damage 係幾大啊。哇，咁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嘅話，應該要點做咧？你又點樣可以幫到呢一啲嘅客戶咧？睇情形啦。睇下講真個樓價，我諗個樓價可能都係比較 soft 噶啦，呢今年，所以變咗好多人打電話嚟咧就諮詢，即係佢好急啊，佢知道件事發生咗，想攞啲個攞個意見又好咁啦，咁就或者要睇一睇嗰個工商點樣處理，係咪告你？如果告你嘅話係幾多錢？咁嗰時候我哋先至可以真係可以幫到你，就因為我知道，因為講過，我哋如果揾個債務重組嘅辦法嚟解決債務咧，最緊要知道你個資產、你個入息同你個債務幾大啊？你講起呢一樣嘢咧，又有個問題想問你咧，就係譬如話如果我有人投資買咗間 condo 咁啦，咁可能係用太太嘅名義買嘅咁好啦。如果到時太太真係攞唔到 mortgage 等等，然後又俾人告，又話爭幾十萬啊咁。喂，其實咧呢條數咧，咁譬如丈夫又需唔需要為佢負責任嘅咧？即係定係話唔係咁，到時大不了我叫太太債務重組，又甚至再大不了啲破產啦咁，定係其實都會可能影響到家庭其他成員嘅？最緊要我哋講嚟講去都話法律上係邊個要負責任。如果嗰個 agreement 淨係太太簽咁嘅咧，就係變咗淨係佢個責任，就唔會轉移過去個先生嗰度，你個 partner、你個 spouse 嗰度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兩個都簽咗咧，咁就變咗兩個都要負責任咯。By law 最緊要睇下法律上邊個嘅債務邊個要負責任，咁就知道係邊個係債仔咯，即係話。明白嚇，咁都係嗰句啦嚇。有任何咧呢啲即係債務啊，或者係金錢上邊嘅問題困難嘅話咧，如果發覺自己冇乜能力可以解決到嘅咧，真係要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幫手。咁係時候咧要 call 阿 Jane 啦。如果要揾你嘅話，Jane 同我哋講講你嘅電話號碼啊，或者網址，等我哋啲朋友咧可以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揾到你。好啊，我哋安省嗰個熱線咧，中文熱線係416-496-3503。416-496-3503。中意網站入網站啲朋友打我中文名啦，胡雪晶啦，或者打英文名 Jane 跟住 WOO， 我哋個網站揾到我哋噶啦。好，再一次咧，多謝阿 Jane 今日抽時間咧同我哋傾偈，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過。拜拜，各位。合法解決商業及個人債務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，免費諮詢416-496-3503。以上節目內容含商業推廣成分，資料由客戶提供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，清咗筆信用卡數，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。做咗債務重組，
而家無債一身輕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。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要無債一身輕，你我都做得到。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，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。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